乡亲啊，望春牛是过年一项真有乡土特色的民俗活动。啊，讲望春牛食会当得到福气甲吉祥。婚林土库的青龙林家良所开设的水牛安养中心，因应这个特别的民俗，邀请大家来望这个活跳跳的春牛。伫早年农业时代，古早人为着祈求新年五谷丰收含顺利，通常会伫咧过年时夜，或者是立春的前后来望春牛。第一次摸到牛角、牛头。 那寓意的让事业更好一点。水牛安养中心负责人林家良讲，随时代的改变，牛这种动物愈来愈罕看，所以即卖庙若是有望春牛的活动，大部分都是使用雕像来代替，来到土库得当望到真正牛。望母头，今年好出头。 望母鱼，互你食饱哩；望母甲，互你趁钱稳达达。水牛安养中心毋但照顾三只老水牛，嘛大力伫咧推广台湾的农村文化，希望当互更侪人了解当年农业社会故事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